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的胡適終於露出了他的真容的面目，金融消費者挨了一記悶棍，估計現在腦袋瓜子都是嗡嗡的。截至收盤，上證指數跌 1.52%， 深圳成指跌 2.14%， 北證50跌 3.73%， 这個跌幅都不小，尤其是沪指，最近它漲都是0.幾、0.幾、0.2、0.3，但是跌的時候1.52%，給人感覺漲了幾天，一天就跌回去了。而且你看 K 線圖，就是一根大陰線，最主要成交量還有所放大，現在是3.4萬億左右，比昨天多了1200億，你就感覺好像是放量下跌。為什麼說散戶挨了一悶棍呢？今天是1047家上漲，4387家下跌，你看看。而且我看了一下，這個中位數大概在2%左右，就是下跌，也就是一半的股票下跌在2%以上。你打開股票看一看，有很多股票前幾天不是我看了好像一個滬指不是8連陽嗎？連拉了8根陽線，8連陽的時候，那些股票它也不漲，好像不動。但是回調的時候，這些股票非常積極，都在2%、3%的下跌，這才叫肉疼啊！這一天把前面8天漲的全部給抹掉，甚至有的還不止。你比如說，我經常看上海建工啊，這十幾天來啊，它都沒怎麼漲，結果今天給它跌個2.幾，沒了。說這個什麼意思？也就是說，你雖然現在是牛市，如果你要沒買對股票，沒買的什麼叫硅基生物是吧？你買的是碳基生物，那就完了。跟碳基相關的，漲的時候你不漲，跌的時候你比別人跌得多。你買的那些硅基的是吧？它雖然現在跌，有的甚至跌停，但是人家後來前面狂漲暴漲，扛得住。所以說對金融消費者來說，我一直說啊，金融消費者現在這個胡市裡面賺錢太難。你不要看那個指數漲得還不錯，這種沙灘上建高樓，這是最扎心的，就是別的股票呼呼漲，你買的不漲，等到大盤回調的時候，你的股票調得比別人快，找誰說理去呢？說實話，從這個 K 線圖上看，今天這根大陰棒子放量陰棒不太好看，預示着今後最起碼10幾個交易日，甚至今後1個月，這指數都要盤整，這還算好的，也就是說震盪，保不齊它還要往下走，也就是今天這個大陰棒子不太好看。當然了，不管漲還是跌，我發現咱們胡市還是相對比較這個含蓄，畢竟不像前2輪牛市那麼瘋狂。因為咱們是叫結構性牛市，叫指數牛市。指數牛市什麼意思？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漲，這個指數在漲，個別的板塊在漲，很大部分板塊的不動。指數牛市沒有形成一個人人賺錢的這種瘋狂效應，跟這個前2輪牛市完全不一樣。所以說，指數雖然不停的創新高，你看創業板已經創了歷史新高，胡市也創了，滬指也創了應該10年的新高啊。但是你身邊這種就是菜市場、理髮店、公交車上、地鐵裡面、電梯裡面聊股票的其實不多，眉飛色舞的又賺了多少錢的其實不多，這就是這一輪牛市的一個特色，也就是我說的比較含蓄。但是啊，韓國那是絕對的瘋狂，因為韓國的股票漲得太快。我看了一下，他說今年啊，2026年前4個月還是5個月，人家已經翻倍了，整個股市指數翻倍。媒體報道說，韓國股市暴漲超200%，散戶癲狂。韓國的股市有點瘋牛的意思了，說韓國1季度18歲以下股票賬戶暴漲近10倍。這個說的是開戶數，你就知道人家多瘋狂，人家才叫排隊去開戶啊，叫存款搬家。韓國已經不是存款搬家了，是貸款炒股。你看，在規模達4.6萬億美元的韓國股市中，市場亢奮情緒隨處可見，受過去1年漲幅超200%的帶動，遠超全球所有其他市場。說韓國民眾正大舉借貸，加碼股票投資，借貸規模創下歷史新高，市場成交量飆升至紀錄水平，股指單日波動5%以及以上已成常態。它的指數每天漲跌5%都成為常態。韓國股市可以說是今年啊，應該排第一，熱鬧火爆。但是啊，火爆的同時，瘋狂的同時，風險也在靠近。韓國綜合指數成為全球波動最大的主要股指，
錯失焦慮情緒在韓國職場、餐廳以及家庭聚會中蔓延。你看，這就是咱們前2輪牛市的這種常態。這就是在辦公場所、在餐廳、在家庭聚會、菜市場、電梯裡面理髮的時候，大家聊的都是股票。韓國現在就已經是這樣子了，很多沒有買股票的現在非常焦慮，你知道吧？就像這個10年前咱們的房地產市場一樣，就是沒有買房子的人他着急啊，他不會在乎說我這口袋沒錢我也不買，他不是，他着急，因為他攒錢的速度没有房子升值的速度快，靠攒錢是買不起房子的。那现在韓國就已經到這個份上了，如果你要沒買股票，你就覺得自己錯失了一個什麼，你的錢的貶值，這叫錯失焦慮情緒。沒買股票人現在着急，咱們好像還沒到這份上，咱們還在穩坐釣魚台，什麼沒買股票着什麼急，愛漲不漲。但是韓國不是了，韓國沒買股票的現在叫生不如死。當然有點誇大，說越來越多投資者開始為子女開戶炒股，有的小孩剛生下來，名字剛起好，立馬就開戶。昨天咱們節目介紹了，就韓國已經火到這種程度了。說證券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季度18歲以下新增股票賬戶數量較去年同期暴漲10倍。37歲的首爾視頻創作者，就是自媒體這個博主表示，散戶情緒極度狂熱，近乎癲狂。隨着股市大漲，他主打股票投資的這個油管頻道從寥寥無幾的觀眾漲至130餘萬訂閱者。我們今後還能再見到這樣直線拉升的行情嗎？此番交易熱潮主要由韓國芯片企業在人工智能熱潮中的核心地位驅動，也讓長期沉寂的韓國政府股市一躍成為全球觀察 AI 投資狂熱熱度最重要的風向標之一。這一波讓趕上了。韓國 SK 海力士是吧？人家去年獎金還發了300萬。人均今年要發600萬，預估未來10年都要發，而且還越發越多。那你想想，你要作為一個韓國人，你又沒在 SK 海力士上班，也沒在三星上班，完了之後你還沒買股票，你說你焦慮不焦慮？身邊的朋友個個都賺了幾百萬、上千萬的，所以說人越來越焦慮，焦慮就借錢往裡衝，就重現了咱們房地產暴雷之前的那種狀態。總之，什麼東西過了，必然會破滅。泡沫過了，但是你說是什麼時候破，咱不知道。明天破嗎？後天破嗎？下個月破嗎？還是明年破？不知道。但是一旦破了，一定是血流成河啊，很少有人能夠置身事外。就像樓市破了一樣，這些東西我想沒有什麼奧妙。可以說韓國股市現在是非常火，有點咱們過去2輪牛市那種狀態。我是2輪牛市的親歷者，那個時候到什麼程度？每個人上班都沒興趣，因為你一個月工資，就是2007年就是那輪牛市，那叫什麼？股改是吧？那個時候你想工資一個月也就1萬多一點，都算高薪了，1萬多一點。如果你一個月拿2萬，那絕對妥妥是高薪。2007年，但是那個時候你想想，股票一天都賺7、8萬，一天一個漲停就7、8万，什麼概念？哪有心思上班啊？有人20萬炒股。對吧？一個漲停就是2萬，他一個月工資才幾千，不到1萬。我告訴你，火的時候在電梯裡大家碰見了，你說你股票一個漲停都不好意思說，人家都說我連續4個漲停了，一個漲停的都不好意思說。而且那個時候股票是普漲，沒有股票跌的都在漲，只是漲多漲少的問題，大家都漲。菜市場的大媽都在聊哪些股票能漲，你去理髮的時候，理髮師 Tony 老師都能給你推薦幾隻股票。所以說，平心而論，咱們股市目前雖然說走了20多個月的指數牛市，但是它這個熱度確實沒有達到咱們前2輪牛市熱度那種瘋狂，那更沒有韓國現在這種瘋狂。咱們大量的資金還在銀行的存款賬戶上躺得很安詳，這個160萬億的存款，那根本就不搬家，而且每個月還在增加，存款數量每個月增加。我為什麼說咱們這個叫指數牛市，很多人在裡面賺不到錢？就不要說咱們這個叫韭菜進去是挨割的。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你就是镰刀，你也在裡面賠錢。在我們的想象中，一個上市公司自己炒自己的股票，理論上應該賺錢吧？你想什麼內幕消息，什麼公司發展情況，他自己是最清楚的。他業績好不好，業績實不實，有沒有假賬，風險大不大，
是不是自己最清楚？他自己炒自己股票应该賺錢，那不需要內幕消息，他自己就是內幕，他就是製造消息的。但是即便這樣的上市公司，他也賠錢。這個公司叫東方雨虹，它慘到什麼程度？本來這個東方雨虹的老闆他也是好意，搞員工持股，那不就是公司好了大家都賺錢嗎？所以搞員工持股計劃，那他肯定是手拿把掐的，指望着員工他是怎麼持股。東方雨虹於2021年，就是5年前推出高槓桿員工持股計劃，一共向員工募集資金27.6億元。那這26.7億元怎麼出呢？員工出一半，13.8亿元，應該這麼搞。剩下的13.8亿元是從銀行借，叫1:1槓桿。銀行的錢你只要到時候給他還利息就完了，你這個股票漲跌跟銀行沒關係，銀行只是借錢給你炒股，給员工。员工比如說你東方雨虹說你是總監，你是業務骨幹，好，你有权利買10萬股，10万股你要掏20萬。这舉例子，那你不用掏20萬，你只要掏10萬就完了，剩下的10萬從銀行借，那也就是你只要出10萬，就是剩下銀行的10萬，你只要出利息就行了。比如5年套现以後，持股以後5年套现，套现完了之後把银行的錢還上，把利息5年利息給他，這就是1:1的槓桿的炒股。好，東方雨虹的實際控制人老闆，人家也是好意的，當時肯定是好意，帶着員工一起賺錢的，到時候股價漲2倍，你是2塊錢一股配的增持的持股的，到時候要漲到4塊，你想想。你不要看它股價只漲了2倍，你加了2倍槓桿，你賺了4倍，是不是這個邏輯？員工都願意踴躍參加，不是你想參加就參加的。這個級別高的副總什麼，他的員工持股計劃就多，你普通員工你只能拿一點，不是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的，它是分的。好了，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該計劃以1:1融資、實控人擔保的方式高位建倉，隨着公司股價自高點大跌。其在2023年以割肉賣出絕大部分股份，虧損額不低於9億元。東方雨虹員工持股計劃大幅虧損，實控人2次減持股份為其兜底。當年這個東方雨虹從年賺超40億元的業績高峰期，跌至現在每年利潤只有1個億，以前最多時候一年利潤是40個億，現在只有1個億。當年員工持股的時候，這個老闆也還是可以的，老闆說了，如果股票跌了算我的，我兜底，賺了都是員工的，賠了我的，那這個老闆算可以。我認為他的擔保，最終如果你是2塊錢參與的，漲到4塊，那你賺了4倍，加了槓桿。如果他又跌到2塊，你其實不賠錢，你賠了銀行的利息，那這個由實際控制人來賠。如果跌到1塊，那你就跌多了，對不對？這個損失也由實際控制人來賠。就是實際控制人給你兜底，你只賺不賠，這好事那肯定大家都願意，所以那些員工都參與了。所以說員工持股計劃27.6億元，在高位買了自己公司的股票，結果這股價就一路下行，一直在跌。當時我記得東方雨虹的董秘還發了一個朋友圈什麼的，發牢騷，就是因為那股價一直跌，原來是自己對吧，身家性命都在裡面，本來想着發財的，對不對？結果人算不如天算。東方雨虹實際控制人李衛國在過去2年已通過2次減持計劃，他減持大股東減持幹什麼呢？他說了，我要用為員工持股計劃兜底，要履行他的兜底承諾。大股東減持是為了，實際上大股東損失也很大，因為他股票一直往下跌，大股東也在損失，跌的時候他還要割肉割出來錢給員工持股補倉，因為你這個股票要押給銀行，因為你不是1:1的槓桿嗎？融資嗎？所以下跌了，你要不去補倉，你就爆倉，人銀行就開始拋你的股票，你就更完蛋。所以說實際控制人沒辦法，這2年來一路上減倉幹什麼？減持，用來給員工持股補倉。截至目前，該員工持股計劃剩餘股份數量降低至117.5萬股，且存續期也將於今年6月22日屆滿。東方雨虹2021年員工持股計劃總投入高達27.6億元，而實際控制人涉及為員工持股計劃兜底的減持，合計套現17.3億元。那麼李衛國減持套現的資金是否能夠為員工持股計劃兜底？2021年員工持股計劃此前已經賣出的股份，參與員工的盈虧情況如何？東方雨虹2025年年報顯示，公司並無證券事務代表，每經記者將上述問題發送至東方雨虹董秘辦郵箱，
當回復記者郵件的是公司相關人士，而在回復郵件中，其並未直接回應上述問題。我為什麼講這個呢？你看看東方雨虹的員工跟着老板後面加槓桿炒自己的股票，一塌糊塗，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這老板還有實力給他兜底了，所以他不賠錢。如果老板沒實力没錢，那你倒霉的還是員工啊，褲衩子都赔掉了。這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一起炒自己的股票，能把褲衩子賠飞了。你說你是一个韭菜，你去炒人家的股票，褲衩子賠飛了，那不是天經地義的嗎？當然了，咱們胡適就不缺奇葩，沒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今天介紹兩個奇葩公司，就大家就要知道這胡適都是些什麼貨色。鳳凰網財經報道說，賣瓷磚的蹭上英偉達，股價暴漲。蒙娜麗莎市值4天暴漲20億。一說到賣瓷磚的，咱們都心裡有數。剛才那個東方雨虹實際上跟賣瓷磚是一樣的，他們都是跟房地產有關係。東方雨虹是做防水的，反正跟建築有關的。這賣瓷磚的也跟建築有關。但是不好意思，你東方雨虹你沒有沾上這個叫什麼硅基生命這個概念，所以你的股價一直跌，老板割肉去補倉。但是人家賣瓷磚的蒙娜麗莎，人家就是幸運的。怎麼幸運呢？近日，一家被地產周期拖入業績下滑泥潭的陶瓷企業，竟成資本市場最耀眼的明星。這個陶瓷行業大家都知道，它主要是房地產，那房地產現在都在低迷，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個，陶瓷行業是高污染、高能耗，也沒什麼技術含量，都屬於淘汰的，知道吧？你很多地方都不愛要這企業，你搬遠一點是吧？因為它有污染，完了它還能耗大。傳統的陶瓷基地、陶瓷產地都在往出搬到哪兒去？搬到那落後地區，那地方反正它沒有工業。你去一個，好歹人家有點稅收，都是這種路數，都是人嫌狗不愛的，就不屬於高質量發展的那一類。我記得去年還是前年，有個叫馬可波羅，也是陶瓷要上市，結果好多人罵，但是罵人家頂着罵名照樣上，就這麼個企業。蒙娜麗莎人家搖身一變，變成了胡適最靚的仔。這是為啥呢？5月13號，蒙娜麗莎收穫連續第4個漲停。蒙娜麗莎就是生產陶瓷的，莫名其妙連着4個漲停，你說誰能算到？4天漲幅超46%，市值大增近20億元，漲了46%，市值也才20億，就已經說明這個企業不行了。合着它市值本來才10幾億嘛，漲了46%才20億，怎麼好意思呢？據21世紀財經報道，推動這波漲停的核心邏輯，竟是公司被貼上陶瓷基板的概念標籤。近日有機構指出，採用陶瓷基板已成為英偉達等芯片廠商的首選技術路線。你說說，反正陶瓷基板我也沒整明白什麼意思，我也不想知道，因為我不炒股，股民肯定知道什麼叫陶瓷基板，什麼英偉達，就是成功的跟英偉達掛上鈎了。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不知道什麼叫陶瓷基板，但是我知道蒙娜麗莎，你把他腦子打破了，你拿刀逼着他，他也搞不出陶瓷基板，他就是燒瓷磚、燒馬桶的，頂多給你燒個盤子。跟英偉達什麼芯片、陶瓷基板，那這完全是倆概念，八竿子打不着。它唯一相同的就陶瓷這2個字相同，這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啊。這個文章說，然而市場熱捧的半導體陶瓷基板，如蒙娜麗莎主營的建築陶瓷，是2種完全不同的產品。公司也發布公告澄清，未因半導體材料業務產生收入和利潤。事實上，蒙娜麗莎已經連續4年營收下滑，今年1季度淨虧損1812萬元。但是不要緊呢，股民相信你，既然你是燒陶瓷的，那你肯定能燒陶瓷基板。你一燒陶瓷基板，你就是英偉達的打鏈，未來打鏈的主要供應商。英偉達以後的技術路線就是陶瓷基板。所以在懸崖上跳舞的啊，瀕臨什麼死亡線上的這個蒙娜麗莎，居然連拉4個漲停。所以說東方雨虹那什麼時候能跟這個英偉達掛上鈎？員工持股就這玩意兒得想辦法講故事，不講故事不行。胡適就這樣，你不講故事，你老老實實做業績好，你要趕上房地產的周期低迷，完了，這就是胡適。我相信東方雨虹恐怕老老實實在做業務的，
也不敢搞什麼財務造假，也不敢在那編故事放風，是吧？制造各種蹭熱點概念。這是蒙娜麗莎，一個生產陶瓷的，一個是燒馬桶的，所以你就知道胡適都是一些什麼貨色，对吧？這樣的市場你敢參與？這還沒完，還有一個更稀奇的，但是這個好歹還有點隱。我看哪個媒體報道的，沒有標名字，說今年 A 股漲幅最猛的不是 AI 芯片，也不是什麼算力租賃，而是一家紡織企業，說是一家織布的公司，叫做宏和科技。說去年4月，宏和科技股價只有6塊多，現在已經翻了20倍以上。說易中天看到這個漲幅，都得叫他一聲大哥。漲了20倍，那你說董事長能幹啥？減持，含淚套现。不減持不套现的，對不起投資人了，對不起散戶。昨天宏和科技一紙公告稱，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毛家明以及董事會秘書減持計劃已實施完畢。董事長毛家明減持金額3563萬元，董秘減持1095萬元。那這個宏和科技到底生產啥東西呢？它主要生產的是電子級玻璃纖維布，業內簡稱為電子布。電子布顧名思義就是一塊布，但這張布卻是電路板的鋼筋骨架，也就是你要搞電路板，你就必須要這個纖維布電子布，相當於什麼？蓋樓需要鋼筋，造電子設備就需要電子布。它用直徑不到9微米的超細玻纖紗製成，跟樹脂，總之什麼東西壓在一起，形成一個電路板的那個叫 PCB 電路板，也跟剛才說的那個陶瓷基板有點類似，大概就那個意思。我只能這麼說，這玩意你要炒股，你得天天学着新知識。想不進步都不行，也就是没有 PCB， 手機、電腦、新能源汽車、AI 服務器全是一堆廢鐵，沒有電子部，再強的算力等於0，芯片連電都通不上。結果電子部這個行情為什麼突然火了？你就知道這個泡沫有多大。就在2024年，這個宏和科技業績還不行，還在什麼叫產能過剩、價格內卷，還在虧損，廠家虧錢躺平，直到2025年下半年，說行情悄然反轉。到了2026年，直接失控，高端石英布漲價150%，頂級 AI 專用布需求暴增20倍，全品類現貨全部斷供。也就是什麼意思？就相當於內層一樣，突然爆了，它電子布的爆的速度比那內層還快，需求一下增加了將近20倍。這是什麼概念？本來那个廠都要停產的，生產是賣不掉。結果一下供不應求到什麼地步呢？說有機構調研發現，許多部分玻纖廠電子布庫存只剩1周，下游採購不付全款，不駐廠登手，根本拿不到貨。也就是你下游想買這個電子布，你第一要付全款，你付了全款，你就以為你買得到是嗎？你想得太美了。你付了全款之後，你還得派人在那生產線上等着。車就在門口放着，說據說多家 PCB 電路板大廠的採購團隊長期駐紮在電子布工廠，產品剛下線，還沒有打包完畢，直接現場裝車拿走，根本就不走常規的倉儲流程。也就是說，產品下線之後要先驗收，驗收完了之後入庫之後要出庫，一套系統沒有了，下線直接被人家搬走了，連打包都沒打包完。說就這樣能拿到貨，採購經理都得給工廠磕一個。由於這個電子布生產線擴產非常慢，新建一條高端生產線要2年以上，但 AI 服務器的需求每季度都在翻倍。據說這個供需缺口2027年前根本緩解不了。這個 AI 造富神話，對吧？AI 這個到底怎麼賺錢還不知道，但是這賣鏟子的已經賺得不能再動了。從這個 GPU 再到什麼副銅板，再到電子布，再到內層部的半導體，這玩意兒不就是那個 SK 海力士什麼三星，那已經不能動了，發的是吧？總之現在如果你的行業跟這個 AI 沾邊，現在正是起飛的時候，至於什麼時候封停摔下來，這個不好說。但是如果你這行業跟 AI 不沾邊，那繼續在那兒喝西北風，那現在這個就這麼殘酷。我今天看媒體報道，因為味精行業啊，生產味精的時候會有很多副產物，而生產味精的有一種副產物能用來做芯片封裝的基板，也就是說陶瓷基板，做芯片封裝基板裡面的絕緣膜。生產味精的時候會
一些副產品，副產品可以防止信號串擾，也就是絕緣材料。也就是這種東西，只要一有人要，對不對？本來副產品那玩意都是當垃圾廢物，怎麼處理？現在好了，被人提煉出來做絕緣膜。這個味精廠商啊，可能賣味精不賺錢了，他就賣這種副產物就賺發了。以後味精這送味精就送給大家吃就完了。你說這叫什麼事？現在這麼瘋狂是吧？一切都有個前提，就是在 AI 在消費端能夠賺錢，就是它的盈利模式清晰。現在我看到資本市場，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現在在開始質問腾讯。現在有很多資金從騰讯撤出，認為騰讯在人工智能這塊已經落後了，是吧？甚至有人認為阿里在人工智能這塊也落後，也要從阿里撤出资金，大资金。所以搞得腾讯的小馬哥接连这几天出来放话说，我们在人工智能这塊沒有掉隊。那意思吧，他說人工智能對 C 端收費非常難，沒有辦法像國外那種，你比如說豆包要收費，那就馬上能有幾個人交費。騰訊實際上也有一些人工智能的那些什麼工具，他已經早就開始收費了，嘗試收費。你這要一收費，人家就不用，就這麼簡單。To C， 你 To B 有人用，那有些專業機構是吧？有些專業人士人家用，人家付費那是應該的。但是你要 To C 什麼意思？就類似於微信用戶，我來跟人聊天，你讓我還交錢，你不是開玩笑嗎？人家不願意了。也就是說，騰訊人家說了，你那怎麼收費？人工智能啊，跟誰收錢去？今年不收錢，明年不收錢，那後年還不收錢，那資本市場能扛得住嗎？這故事能講得下去嗎？大家都覺得未來是人工智能，沒錯，但是誰買單呢？怎麼買單？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